咱台湾队这届以分组第2名的成绩拍进4强，是有史以来上好的成绩哦。球队今仔早起嘛出发去东京咯。台湾队长陈吉贤是讲，咱已经摕到去东京的机票啊，大家一定会拍拼为台湾摕到上好的成绩。野球世界12强4强拼，台湾队19岁就出发去东京，全体球员拢穿西装，才拄到桃园机场现场等候的球迷，就大声喊加油。 加油！然后就是相信，就是大家都可以得到，就是超乎期望的表现，就像前面几天一样，这样。中华队强很多。哪方面？守备还是打击？跟打击都强很多。队长陈吉贤代表讲话，大声就把机票提出来等，希望要做伙对去东京加油的球迷，输人唔输阵，把东京巨蛋当作是台北大巨蛋，大声甲喊落。 我们拿到机票，很开心啊！我们的努力得到的收获就是进复赛的。我们今天能够穿得很帅，然后穿着西装，然后很光荣的、很骄傲的坐飞机去东京。我们会很努力，100%的为台湾拿下好的成绩。相信家己拼前旁，台湾队达成4强的目标。中职会长兼领队蔡其昌也感谢球队的情报真悬，教育部处长张廖万坚，另外佮发加菜金20万。 1场球可能是运气，可是5场球赢4场球就是实力。不管各位球迷朋友，你有没有到东京啊？有到东京，就把东京当台湾的主场一样呐喊。东京4强赛2开始拼，咱台湾照顺势会对着委内瑞拉、美国、日本3场比赛拢是客场，前2天讲中昼，第3天讲暗时。队长陈吉贤表示，随到就随开始训练、调整备战，请大家放心，一定会尽上大力量，争取最高公赢。记者转报道。